睡前故事第9話：計劃之外。阿海由細到大都相信計劃係唯一能夠避免痛苦嘅方法。佢6歲嗰年，父母因為一次突如其來嘅意外離開咗佢嘅世界，冇預兆，冇準備，冇緩衝。佢記得自己坐喺房間嘅角落，望住一個空無一物嘅家，冇人可以話俾佢知下一步應該係點做。嗰一刻，佢發誓永遠都唔可以俾自己再陷入一個完全冇控制嘅狀況。所以佢建立咗一個嚴謹到近乎機械化嘅生活模式。每日6點半起身，6點45分食早餐，7點準時出門。工作日程分秒不差，連朋友聚會都要提前2星期前預約。佢個記事簿上面每一頁都係密密麻麻寫滿行動步驟，甚至會記低埋突發情況下嘅後備方案。冇計劃就等於危險，冇計劃就等於再次失去所有。但命運最擅長嘅就係摧毀人類嘅控制幻覺。嗰日，阿海坐喺飛機上面，準備展開一場重要嘅商務旅程。呢個行程佢已經籌備咗半年，一切安排得天衣無縫，甚至連餐廳嘅座位都提早預訂好。佢睇住手錶，距離降落仲有15分鐘，心裏面已經開始想象好自己落機後要做嘅每一個動作。突然之間，飛機劇烈震動，佢即刻拉緊個安全帶。機艙內傳嚟一個急速嘅廣播：飛機機件故障，請乘客保持冷靜。阿海擘大眼睛，雙手緊握拳頭，腦入面開始瘋狂計算，究竟出現故障嘅機率係幾多？緊急降落嘅可能性又係幾多？逃生通道嘅位置喺邊呢？但隨後飛機再次劇烈搖晃，連氧氣嘅面罩都跌咗落嚟。機艙燈光不停咁閃爍，乘客都開始尖叫。佢嘅計劃一秒間變得毫無意義，佢嘅理性分析無法改變現實，佢嘅掌控感瞬間崩潰。佢感受到自己從來未經歷過呢個恐懼，一種真正徹底無可挽回嘅恐懼。佢望住窗外漆黑嘅夜空，心跳劇烈震動，腦海裏閃現無數嘅念頭。如果呢一刻係最後一秒，如果佢再冇機會改變任何事，咁佢嘅人生係咪值得？佢係咪真正活過？佢嘅世界第一次冇計劃，佢第一次冇得選擇下一步。突然之間，飛機急速下降，阿海緊握住座椅嘅扶手，呼吸急促，腦裏面一片空白，四周嘈吵嘅尖叫聲，廣播裏面混亂嘅指令，一切好似洪水般湧入佢嘅意識。呢次我真係冇得計劃。佢第一次喺恐懼之中放棄咗分析，放棄咗計算。佢合埋雙眼，心裏面浮現自己一直忽略嘅事。佢永遠都係活響未來，佢永遠都係策劃下一步，但係佢從未真正停低感受自己此刻嘅生命。突然，飛機猛烈震咗一下，但係並冇墜落，反而開始急速調整角度，
廣播聲再一次傳嚟，機長成功操控飛機，準備緊急降落。15分鐘之後，飛機安全降落。阿海雙腳顫抖咁樣踏出機艙，佢望住外面嘅世界，感受到陽光依然溫暖，空氣依然清新，人群依然喺度四處行走。佢嘅世界冇完結到，佢望住遠方，心跳依然未能平復。但係佢明白咗一件事，冇計劃唔等於失控，冇計劃唔等於失去一切。有時人生最重要嘅部分根本唔係計劃出嚟，而係喺意外中誕生。自嗰日以後，阿海唔再寫密密麻麻嘅時間表，佢開始嘗試隨意決定午餐食咩，開始興起就約朋友飲杯咖啡，甚至有一日佢買咗一張去外國嘅機票，冇任何行程安排，冇任何預算，只係單純咁想睇下呢個世界。呢次佢冇計劃，但佢真正活響自己人生嘅每一刻。